各位好，我係愛傳遞機構嘅 Kitty。今年咧，愛傳遞有個主要嘅項目叫星兒早療計劃咧，已經係成立咗第10年啦。咁呢個計劃究竟係做啲咩呢？我哋主力咧就係幫助一啲基層嘅家庭，佢嘅孩子啱啱確診自閉症，而佢哋亦都甚至乎自閉症係乜嘢，點樣去處理，佢哋都會覺得好擔憂同埋好大嘅挑戰。咁我哋呢個項目咧，就係陪伴佢哋呢一整個家庭1年嘅時間，我哋透過專業嘅訓練啦、家長培訓啦，甚至乎係夫婦情緒嘅關係嘅輔導咧，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項目，可以協助呢啲家庭走過呢個最難捱嘅一個困局。我哋今日好開心，我哋就請咗 Noelle 同我哋傾下偈喎。Noelle 你好啊，Kitty。我哋大家一齊咧都相識咗好多年啦。係啊。咁由呢一個項目開始咧，我哋已經有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不如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先啦。好啊，咁啊，大家好啊嚇，我叫做 Noelle。踏入呢個嘅心理輔導師嘅旅程嘅裏邊之前咧，咁其實我就喺銀行工作嘅。以處理咧事務咧為主要咯，咁我諗係因為喺即係人生去咗某個年齡嘅時候咧，就去諗啊會唔會即係淨係得一件嘅工作咧咁樣，咁就即係覺得咦會唔會係可以係有更多嘅可能性啊喺人生裏邊去發生咁。咁結果慢慢去揾下咧，咁就覺得咦係喎，對人嘅內心世界都好有興趣，好好奇。咁結果咧，我就慢慢係去修讀下專業輔導嘅碩士啊，或者繼續落嚟咧喺唔同嘅即係心理治療裏邊嘅學習啦，咁越嚟越有興趣。所以咧就慢慢行上呢條心理輔導師嘅即係道路啦，咁認識到好多嘅家庭。最初嘅時候咧，你參加呢個計劃咧，其實係主要係真係協助一啲自閉症嘅家庭嘅夫婦關係啦。咁喺呢10年裏邊咧，你其實對佢哋呢啲家庭嘅改變嘅睇法，同埋有啲咩感受咧？我諗初期去接觸佢哋嘅時候咧，我自己本身咧就會係好感受到家長咧好大壓力。可能係對於係自閉症譜系嘅孩子，佢哋喺認識方面啊，或者點樣同佢哋去相處、教導嘅上邊咧，佢哋都係有陌生。咁所以咧係對住佢哋嘅時候咧，個心裏邊咧都好想同佢哋一齊同行。去支援佢哋咯，尤其是可能喺家長嘅情緒啊各方面嘅咁樣。咁不過我諗係經過咗係10年，又係透過喺即係服務嘅裏邊，咁就覺得咧係家長裏邊咧就係對於喺呢一個嘅自閉症嘅譜系嘅認識咧，其實佢哋係豐富咗。呢個認識係可以幫佢哋咧減少咗好多嘅恐懼。咁我覺得佢慢慢佢哋咧對於呢一個群體嘅孩子嘅接受程度啦，或者佢對佢自己即係有呢一個嘅孩子嘅對自己嘅感受咧，其實都係越嚟越開放嘅。係啊，我睇到啲家長咧，即係由初係好抗拒，到慢慢去接納咧，其實個過程都係唔簡單嘅。咁我好記得咧，最初我哋係做呢個項目嘅時候咧，有好多家長，特別係夫婦之間咧，佢哋對於輔導呢2個字咧，其實好抗拒嘅。佢覺得我哋夫婦有問題先要輔導，其實真正係應該唔係咁嘅喎，係咪啊？係啊。都普遍嘅即係當佢唔係話自己係一開始主動去揾輔導，有啲咩嘅可以去支援幫助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我哋都係參加一個嘅即係1年嘅計劃，主要係擺喺孩子身上嘅訓練。我哋自己本身冇咩問題咁樣咁。不過我覺得咧係透過喺呢一個嘅輔導支援嘅裏邊咧，係希望帶出咧係讓家長可以多角度去睇翻咧佢家庭嘅關係。睇翻咧佢自己本身自身嘅成長會唔會令到喺今日佢去同孩子相處、親子關係或者係夫婦嘅裏邊咧其實咧唔多唔少好似有啲嘅張力喎。咁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咧？甚至乎對自己嘅情緒，佢都可能有時覺得點解我裏邊會好多嘅感覺或者唔開心究竟係點咧？咁我覺得係有一個平台，讓佢係去認識自己、認識孩子，
認識伴侶。係喎，即係其實真係要先處理好自己，然之後先至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同埋更加有愛嘅一個環境俾個孩子成長，認同係好重要㗎。我想問啦，即係如果我作為一個家長，我要接受呢個輔導服務嘅時候，我哋夫婦之間要有啲咩準備呢？我就好鼓勵家長咧，係即係抱住一個好開放，對自己嘅認識都好好奇嘅心態咧就夠啦嚇。咁因為我覺得咧唔需要係好似太過去想佢自己係咪有啲咩嘅問題先至嚟，而係可能藉住呢個嘅平台，正如頭先我剛才我哋都去分享，其實係多一份嘅認識，多角度嘅去睇家庭、睇親子關係、睇孩子成長。咁我諗喺個過程嘅裏邊咧，佢對自己嘅覺察咧會越嚟越豐富咯。咁喺呢10年裏邊咧，你可唔可以俾一啲例子我哋，令到你覺得呢一個係令你好有深刻嘅感受嘅？都有好多嘅家庭嘅裏邊咧，我睇到咧就係、可能初期嘅嚟到嘅時候咧，咁佢都覺得咧係主要係擺喺孩子嗰個嘅即係身上佢點樣可以去幫佢咧？咁我諗係大家坐低有個空間，慢慢去傾下嘅時候咧，佢慢慢將個注意力咧去擺翻喺自己夫婦嘅關係嘅上邊咧。咁印象裏邊咧就係好深刻嘅一幕咧，去到可能係4-5次嘅約談之後，咁佢就會覺得哇，咦，其實我好少聽我伴侶咁樣講㗎喎，或者原來佢係有一面嘅咩咁？我諗對於一個嘅發言，對於一個嘅聆聽咧，夫婦之間咧，其實個關係你頭先剛才所講嘅聯繫度咧，就係咁樣去發生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會為佢哋嘅即係家庭啦，去開心。係啊，我都有認同啊。我好記得咧，其中有第2期嘅家長咧。咁佢哋初嚟嘅時候咧，因為一開始我哋都要 interview 佢噶嘛，兩公婆咧坐喺度坐得好遠，然之後咧大家咧都好似各不相讓咁嘅。咁但係完咗成個項目之後咧，我睇到呢兩夫婦咧個關係唔單止係已經改變咗，而且仲係咧方向一致啦，為個孩子。同埋有一次我同佢哋去旅行咧，兩個直頭拖晒手咁樣。哇！所以我覺得夫婦嗰個輔導嘅關係其實係好重要嘅咯。係啊，呢個都係我哋好希望能夠即係佢哋嘅關係可以有一個嘅改善啦，或者係繼續成長啦，係咪？好啊，今日好開心啊！嗱，Noelle，不如你俾一啲 tips 我哋啲家長啊，呢一個夫婦關係有啲乜嘢係好重要嘅？夫婦關係嘅重要咧，我自己會去咁樣去睇，透過歷年咁樣去接觸唔同嘅家長嘅時候咧，我覺得首先一樣嘢係佢哋會去認識咧，係自己自組一個嘅家庭，而婚後有即係小朋友啦，咁嘅時候咧係建構緊一個家庭嘅系統出嚟。呢一個嘅系統咧，我覺得係能夠幫助夫婦互相去建立咧，喺家庭嘅角色嘅上邊咧，去知道係要同行，大家一齊咧係去支持呢個家咧，讓自己嘅孩子喺一個安全嘅家庭嘅裏邊成長咧，其實係帶俾好多嘅安定嘅感覺。尤其是我覺得喺孩子嘅即係成長裏邊咧，嗰種嘅安全感咧，係更加可以幫助佢去探索呢個世界。係喎，真係我哋組織一個家庭嘅時候，其實係一個系統嚟嘅。我哋點樣讓呢一個系統能夠好安全、好健康嘅，其實就可以幫到我哋嘅孩子，無論佢係咩狀態都好，佢都能夠有一個好安穩嘅環境，讓佢成長嘅。好多謝你啊，Noelle，今日咧同你傾完偈咧，嗱，嚟緊啲家長，你哋將會都會有機會見到 Noelle 老師嘅喎。咁到其時，我好希望大家咧用一個開放嘅心，然之後咧好自由自在咁樣，可以同 Noelle 老師去講你哋心底嘅説話，好唔好啊？多謝晒 Noelle，好，多謝 Kiki。